大家好，我係陳希琳。今日我為大家推介嘅好書係《Step by Step 教你創意過生活》。呢本圖書係關藝術嘅知識類圖書，分類號為745。呢本圖書嘅內容豐富，主要介紹創意嘅概念、創新同埋突破嘅生活態度，利用插畫教學提供讀者唔同嘅靈感同埋技巧。喺呢本圖書裏面，我最想同大家分享係第10頁嘅內容。呢本係有關如何 DIY 熱轉印口罩，通過呢個技巧將可愛嘅插畫印喺口罩上面，口罩就變得好靚啦。呢個係我嘅個人作品，但係我屋企冇熱轉印刷機，所以我就用咗紙嚟代表。讀完呢本圖書之後，我明白咗創意其實無處不在，只要動手嘗試，生活就變得更加有趣同埋有趣。讀完呢本書唔單止讓我學咗創意技巧，希望大家都能通過呢本圖書揾到自己嘅樂趣啦。